早晨。世界盃有邊個真係去過 BC Place 睇過睇過波㗎？2000蚊張飛好似話，仲要訂添喎。咁啊，世界盃係幾多年一次㗎？4年一次。你想唔想年年都喺溫哥華有打啊？唔想。點解唔想啊？太多人。嗱，係一個係4年一次，即係都唔係時有㗎啦，即係一個係即係唔係平凡嘅超凡嘅 event 事件。但係如果你年年都喺溫哥華有粒世界盃咧，咁就唔係物以罕為貴啦。即係你將一啲係本來係超凡嘅嘢係平凡化，你話佢冇咁珍惜咯。呢個係好自然不過我哋諗嘢係咪啊？但相反，有冇能夠我哋將一啲好平凡嘢咧係超凡化？你俾個例子我，即係本來好平凡嘅嘢咧，突然間當咗好超凡嘅。煮餸sorry，平常嘅煮餸，平常煮餸煮出超凡嘅味道。哇！咁我嚟你屋企啦，你咖喱雞。OK good。嗱，呢個係好即係一啲即係特別嘅慶典啊，譬如可能燭光晚餐嗰日咁啊，即係本來平時食飯嘅，你為咗係慶祝一啲嘢，或者特別係想表示一啲嘅意思，咁你有個咁樣隆重其事嘅事，其實我哋都可以有呢啲炮製。但喺信仰方面，甚至譬如好似麥加，有邊個去麥加？穆罕默德嘅出生地，成為一個聖地，所有穆斯林人都一生男人啊都要去一次起碼。係咪將啲係好平凡嘅係超凡化？有冇去過梅窩嘅大佛像？有冇去過？梅窩去過佛像。嗰個佛像即係喺梅窩係梅窩啊，成為一個景點嘅，甚至係話好玩嘅，就好重要啊！去拜佛，或者係嗰時嗰節就去黃大仙揸住香，向住一嚿石頭一個廟裏邊咧跪拜祈求你嘅需要，善信。我哋會將呢啲根本係平凡不過嘅嘢，成為一個係超凡。今日睇睇呢一個段嘅經文，我講題係如常施恩，正常至不正常至正常至不正常。哇！仲有多，即係可以繼續落去喎。OK， 等諗啲題目先，等等，我慢慢快住。如常施恩 ，OK， 嗱，睇睇一段經文。《使徒行傳》第14章8至20節係講到保羅咧同巴拿巴嘅喺呢個路斯德咧 Lystra 呢個地方咧係有一個嘅醫治嘅事蹟，大家睇睇，我咪第一節讀啦。路斯德城裏坐著一個兩腳無力的人，心內是佢的，從來沒有走過。他聽保羅講道，保羅定睛看他，見他有信心，我得痊愈。就大聲説：你起來，兩腳站直。那人就跳起來，而且行走。眾人看見保羅所做的事，就用對保利的話大聲説：有神藉着人形降臨在我們中間。於是稱巴拿巴為丟斯，稱保羅為希爾瑪，因為他説話亂手，就成開丟斯廟的祭司，牽着矛，拿着花圈，來到面前，要讓眾人向使徒獻祭。巴拿巴、保羅二人使徒聽見，就撕開衣裳，跳進眾人中間，嗌着説：諸君，為什麼作這事呢？我們也是人，性情和你們一樣，我們傳福音給你們，是要你們離棄這些虛妄，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生神。他在創設世代，任憑萬國各行其道，然而為自己未嘗顯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樂。二人説了這些話，緊緊的攬住眾人，不以質疑他們。但有些猶太人從安提阿和以哥念來，挑唆眾人，就用石頭打保羅，以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門徒正圍着他，他就起來，
走進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和安特離去。嗰時仲係巴拿巴行先過保羅嘅。呢度有兩樣嘢 ，OK， 呢個係刀柄，當係刀柄啦。OK， 你屋企有時啲刀咧甩咗出嚟㗎嘛，咁我敲擊差唔多啲舊刀，唯有當呢把係刀柄啊。刀柄另一邊咧就係刀鋒啦，即係當呢個係刀鋒冇刀柄嘅。OK， 你可唔可以想像咧？有兩種人存在呢個世界嘅，就係、刀柄嗰班人咧揸住刀柄，但係冇刀鋒嘅；刀鋒人咧揸住刀鋒，即係睇到刀鋒，但係冇刀柄嘅。OK， 兩者都唔知道對方存在。想像你係屬於邊種人？揸刀柄人咧都好舒服啊，好有手感啊，即係哇揸咗舒服服咁樣。但係揸下有乜用啊？即係點啊？咁啊，即係擺喺袋度冇問題啊，係咪 ？OK， 就咁啦，好似好安樂、好舒服咁樣揸住，可能當啲咩健身或者係舒適舒筋活絡咁嘅一個咁嘅 exercise 嘅工具啦。但係咧，刀鋒嗰班人咧睇住刀鋒，但又要小心喎！哇，咁閃閃靈靈，哇！即係呢個咩屠龍刀，即係咁樣啦，就得個刀鋒啫喎。因此你又唔敢咧係揸得太緊，就住手喺度欣賞，哇！呢個唔知咩日本嘅大師咁樣阿摩羅所畫嘅一啲咁樣大刀好即係唔多有嘅咁樣喺度欣賞，但同時間亦都咁即係點咧？得個睇字啫喎，又揸唔到，得個睇字。你諗下，如果呢兩種人分開，成為佢哋自己一個社群咁樣居住嘅兩個咁樣世界。刀柄嘅就好舒服，又容易揸，但係可以揸，但係又唔知有咩其他用途，或者係做一啲即係舒筋活絡嘅 exercise。刀鋒咧就好閃閃靈啊，即係好靚啊，即係好有刺激感啊，即係呢種嘅得個即係好欣賞 admire 呢兩種嘅兩個社群各自擁有刀柄嘅或者刀鋒，但係唔係兩者都有嘅。想下你嘅社群係一個點樣嘅社群？刀柄嘅好安樂、好穩定，大家安居樂業即係擺度就得啦，冇乜特別嘅刺激、閃閃靈嘅嘢。刀鋒就調轉啦，就好閃閃靈靈、好刺激，要好謹慎，乜嘢都係即係呢種嘅係緊緊張張咁樣嘅生存。即係譬如大家想用你啱同我商量。譬如有一個人進入呢兩個城市先頭啦，去到刀柄嗰個社群。佢就見到呢班人咧係好安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陽由東方升起，西方降落就降下，跟住就日日都咁啦，係好 predictable 嘅生活。刀柄啊嘛，好舒服嘅揸住，但係咧啲人咧就冇錯係幾穩定，但係唔開心嘅，冇咩特別即係笑容嗰隻，冇錯。見到佢哋但係好平凡嘅咁樣過。但係去到刀鋒嘅嗰個社群咧，啲人咧就好刺激啦！哇，好多嘅唔同嘅慶祝，又開 party，日日咁樣，即係好有呢啲咁嘅即係慶祝啊、刺激嘅嘢喺當中。但係佢哋好似好攰，又唔可以靜下來，叫佢唞唞，即係好似即係跳扎扎咁樣嘅生存。OK。你估呢個人去到呢個刀柄嘅社群會講啲咩嘢？去到呢個刀鋒嘅社群會講啲咩嘢？去到刀柄嘅社群嘅呢個人會見到你哋係好穩定，但似乎係冇咩特別嘅刺激，即係好靜嘅水咩？心如止水啊嘛，跟住綠根好清靜嘅，與世無爭咁樣嘅，係咁即係如果講得嚴重啲，即係等佢最深呢個人來。去到刀鋒嘅嗰個社群，咁啲人見到呢班人時，你估佢講啲咩啊？哇！你哋真係日日都係又開 party， 日日都係 happy hour，好似好開心咁喎。你哋攰唔攰㗎？你會唔會停下來，即係諗一諗自己做緊啲咩嘢啊？你哋淨係尋求刺激，你可以刺激咗幾耐？譬如咁啦，
跟住呢個人覺得，嘿，有冇可能咧係將呢兩班人咧合埋一齊，個刀柄同個刀鋒可以合埋一齊，就變咗真係一把刀啦，就真係可以用嘅，係咪啊？即係咁樣對有咁樣嘅思潮，喺我哋整個人類歷史裏邊咧，我哋都係曾經喺呢兩者刀柄嘅人或者刀鋒人裏邊過活，是但一個，是但一種。我唔知你哋自己認為自己係一個刀柄人定係刀鋒人？刀柄人，你舉手嗱，即係好籠統，你認為自己係傾向邊一方面啊？我知道你哋正常人嚟㗎嘛，即係譬如咁樣。如果你係要揀，如果係要揀二選一嘅話，你情願係刀柄啊，定係刀鋒？中意刺激嘅刀鋒嘅，中意安穩舒服嘅刀柄。安穩啊！即係有冇人飲尋日指甲？刀鋒勁啊！正嘅。嗱，刀柄人嘅話，神係一個係令人舒服嘅。穩定嘅神 ，OK， 安安樂樂幾好，即係冇咩特別嘅古怪嘢出現嘅。但係另一邊嘅刀鋒係話唔係喎，我想信嘅神係全能㗎嘛，因此應該好多嘢睇㗎，即係一定要咁樣，即係就算冇都整嚿石頭拜下都好啊，即係嗰種嘅尋求刺激，因此有佛像出現啦，因此有聖地麥加地出現咯。嗱，有人就話，唉，如果神係唔能夠同我哋即係人一樣嘅，咁我哋點要敬拜佢啊？我哋所做嘅，神所做嘅，我哋都做得嘅，即係一個咁樣嘅，咁變咗兩班人咧，其實好似係對立。福音就將呢兩種人咧係拉埋一齊，既有安全、舒適、穩定一面，但係亦都可以咧隨時知道有神蹟奇事嘅介入，令到我哋生命係頓時間改變嗰種刺激。嗰種高昂，嗰種得着，得唔得？呢度保羅同巴拿巴向呢兩組人去路斯德嘅地方係傳福音。路斯德就係現在土耳其南部嘅一個嘅村落，咁就唔係一個主要嘅政治啊，或者係一個嘅即係商業嘅地區，好似哥林多嗰啲咁出名啊，嗰啲以弗所嗰啲啊。咁但係都一個即係一個城市啦。OK， 咁去到第14章《使徒行傳》裏邊咧，保羅同巴拿巴特別保羅咧，見到一個瘸腿嘅，留意係與生俱來瘸腿嘅，即係未行過路嘅人。OK， 你可唔可以想像嗱？有與生俱來瞎眼㗎啦，但係呢個與生俱來係瘸腿，與生俱來係行唔到路嘅。保羅感覺神要醫治呢個人，因此點啊？叫佢起來。如果你在場嘅時候，如果你係刀柄人，見到保羅咁樣做嘅時候，你會乜反應啊？有冇可能啊？神邊會做啲咁嘅嘢啊？明我識你咁耐，你係跛㗎嘛？點可能咩起身啫？你咪呃人啊！如果刀鋒人見到呢個神蹟醫治嘅時候，你會咁點講啊？感謝神啊！哇，係咪啊？冇錯啦！我哋咁多廟宇、咁多聖，即係啲神聖拜神嘅地方係啱嘅。咁呢班人咧就找住保羅啦。呢度所講睇到，當保羅同巴拿巴係咩啊？係神咁拜。嗱，留意呢個嘅路斯德咧係當時一個希臘嘅城市。希臘有好多神話故事嘅，係咪啊？咩神都有嘅。呢個 Zeus 呢個係呢個吊斯。另一個係希爾米，一個 Hermes， 呢兩個都好出名嘅。Zeus 呢個吊斯係眾神之王啊，即係最大嗰粒。OK， 佢哋話巴拿巴你係嗰個，記住嗰時巴拿巴行先過保羅嘅，保羅仲未出晒名住，因此話你做領袖，你就好似吊斯啦。保羅係 Hermes 呢個希爾米咧，希爾米係一個 messenger， 即係喺神話裏邊係呢個神嘅使者，係負責咧係一啲旅遊安全啊，負責啲商業嗰個啲製作嘅，即係你想發達就揾呢個 Hermes 啦。OK， 所以就當保羅同巴拿巴就係神啊 ，Gods， 即係希臘神話裏邊嘅神。OK， 咁呢個咁當然唔係啦。因此你就明白到保羅點解咁大反應，佢同巴拿巴撕裂自己衣裳嗰時，即係咩意思啊？舊約都好多時見到嘅，
有啲人咧，皇帝或者先知咧，見到某種情況撕裂自己衣裳，係代表咩啊？你做過未啊？就當你係有一啲嘅震撼、一啲嘅嬲怒、一啲嘅係令到你有壓迫嘅一個好實際嘅對方一個表示，即係話保羅佢要否定呢班人，將佢當神拜，甚至去到個地步咧，佢認為咧跛人得到醫治係平凡事。嗱，呢個停停啦。如果我哋現在有人有一個好嚴重嘅疾病，我睇到譬如瞎眼啊，真係跛嘅，突然間可以即時間被醫治，你會點啊？感謝神啦！佢感謝神，冇錯。但係保羅都講話，呢個神係醫治嘅神，而人得到醫治係咪平常事啊？點解你當咗係咁不正常嘅事，甚至將我哋我哋啲本來器皿使者成為神咁拜啊？即係其實保羅企圖睇出呢班人其實有兩種人嘅，收尾亦有人追打保羅巴拿巴，你喺度搞鬼！我哋唔係拜神嘅，我哋平安嘅，你嚟到搞亂我哋嘅節拍，因此要掟你，甚至用石頭打佢。即係呢個城市路斯德係有兩種人存在，係有刀柄人，亦都有刀鋒人存在。其實喺我溫哥華亦都有，我哋教會好多，係咪啊？即係我哋屬於一種係信上有神嘅人，我哋嚟到敬拜佢，我哋唔係向空氣講説話、唱歌，係咪啊？我哋有禱告，知道神會醫治，神會供應我哋嘅神，因此我哋做呢啲行動。但係亦都好多人咧係冇返教會，甚至係無神論者。我哋識得好多呢種人，即係話其實我哋城市其實都有刀鋒刀柄人存在。有人咧會將你當係神咁拜。David， 你好屬靈啊！你係 BCPC 嘅領袖，不如你為佢禱告，因為你特別靈啲嘅，或者對牧師或者其他啲佈道家係咪啊？我哋有呢種嘅期望，有呢種嘅傾向，去好似當事人咧將保羅同巴拿巴當神咁拜。但係啲人咧佢哋呢啲即係心靈作用啫嘛，跟住當係拐杖，即係鴉片，即係麻醉你咁樣啫嘛，係冇咁嘅事嘅。我哋應該唔會對呢啲事情發生。呢度保羅就將藉著呢段經文記載咧，係向人講入到你兩者都需要，以至到咧你能夠刀鋒同刀柄合一，能夠真正成為一個有用嘅器皿。OK， 四季呢個神係供應我哋嘅需要，雨水、雷電、啲天文嘅異象等等。代表我哋日常生活嘅我哋嗰個節拍係神所掌管，但係喺呢個平凡嘅日子裏邊，神一樣照顧我哋，有我哋特別嘅需要，有特別嘅介入。如果我問你哋，你生命當中有冇神蹟？有冇人話我完全冇嘅？我可以起碼你有個神蹟，好著名嘅神蹟，就係你信耶穌。你信耶穌，現在你坐定定聽我講，頭先敬拜、禱告，甚至作出奉獻，呢個係奇蹟嚟㗎。呢個係你唔能夠否認奇蹟添，因為正常嘅我或者以前我係冇可能做呢啲嘢，係咪啊？你有邊個見過耶穌？有邊個聽過耶穌把聲音？有邊個摸過保羅？見到保羅握手？你係未信，耶穌講話未信嗰啲人係有福了，即係未見到我、未聽到我嘅人以後，即係對呢個多馬講，你要睇到就信啦。但係將來嗰啲未見到我、未聽到我而信人係有福，你就係嗰種人。OK， 即係話你係經歷性，你係知道有神蹟嘅人，加上當然有其他我哋生命當中點點滴滴嘅神蹟。我睇翻我自己，我癌症被醫治整個過程有好多神蹟，係我事後至知道㗎。因為趕唔切神讓我知道晒成套嘅路程，但係一諗翻起每一樣嘢都係，我突然間係好偶然之後發現嘅。跟住我嗰時身處喺澳門，我妹妹係喺做護士，個心知道呢度醫療嘅設備話，哥哥，如果你嗰時喺溫哥華，你死咗啦，仲係 Covid 時代。未必要輪到你去做手術啊！
但係偏偏澳門咧嗰時乜都手術都唔做，淨係做癌症手術，得唔得？所以我哋好快排條隊就即刻就開刀啦。嗰時我真係有可能翻返嚟先㗎，但係有啱嗰時我仲喺澳門。你話呢個係咪有橋啱 ？OK， 因此我亦都知道呢個唔係簡單，呢個係非凡事。但係有我日常生活係咪啊？你哋有你自己嘅日常生活，揸車送女翻學，幾乎撞車，呢啲咪常事咯。但係喺呢日常事入邊，我知道呢啲嘢都係重要㗎，呢都有神嘅保守。因此保羅呢度講話，降雨水嘅神，亦都係醫治呢個瘸腿嘅神。一個係降雨水，使到你有生產嘅、有果實、有收割嘅神，亦都係醫治我哋生命、施神蹟奇事嗰位。呢個係我哋需要知道。因此你唔需要佢準備獻祭，準備有個 procession 啊，即係有個 parade 要慶祝。哇！我有2個希臘神喺我哋當中，係咪值得慶祝啊？呢班揸住刀鋒人 ，OK， 跟住保羅就叫佢哋停止，唔好，我哋就係凡人，同你哋一樣㗎，我哋性情一樣同你，我唔係咩希臘神話裏邊嘅神，我哋只係奉神所使用嘅器皿而已。Okay？ 即係話平常神亦都係超凡嘅神，超凡嘅事亦都係呢個神，兩者又係刀刀柄，亦都刀鋒嘅神。福音使到神蹟變為咧係平常事，而福音要將平常事成為神蹟。我睇緊得到醫治，我唔係淨多謝我醫生，當然我可以多謝佢，亦都有，但更加重要，我多謝呢個在天上醫生。OK， 你今日能夠揸車安全嚟到呢度係好平常啊，但係你知道受咗神嘅保守。喺我哋教會裏邊更加呢啲，其實每日嚟到呢度，你而家坐到喺呢個敬拜，其實不斷向你自己向出人咧係見證呢個既平凡又超凡嘅神喺我哋當中。俾大家睇一幅圖好嘛？睇一幅相啊！有幅相俾大家睇睇。OK， 考你哋眼力啦。呢幅相有咩特別地方？特別留心，有冇特別奇怪事？不平常嘅事，不正常嘅事，係咪好正常啊？喺教會敬拜，但喺呢度呢個正常敬拜裏邊有冇不正常嘅事出現啊？留意喺中間，你睇到咩中間？喺正中間。呢度個姊妹瞓咗喺度，睇到啊？呢個頭啦，呢個姊妹瞓咗喺度，有冇特別啊？喺咁正常嘅敬拜，大家舉手唱歌，頭先我哋都做過啦嘛。突然間有個女人瞓喺中間，冇人理佢喎。你估發生咩事啊？因為聖靈殺咗佢 sling 啊嘛。點解唔報警啊？因為你知道咩啊？神工作啲咩啊？係咪淨係正常嘅事啊？亦都喺我哋認為，或者好多人認為係不正常嘅事。呢幅圖畫係好有意思嘅。成班人舉手讚美神，有個女人瞓喺中間，冇人理佢，好似。你歌詞咩啊？猶像大雨澆灌聖靈，我安慰這好友，再觸摸我以你手。呢啲咩歌詞嚟㗎？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你嘅信仰內容，你要明白信仰能夠俾到啲咩你？你所信嘅福音係咩回事？真係有時我哋真係好似將我哋信仰冇錯，好穩定，好舒服。
但係冇嘢發生嘅事，因為你安樂咗，你嘅信心穩定咗，但冇特別嘅成長到，因為你唔接受任何挑戰，突破呢個字眼對你冇乜意思。你10年如一日嘅，因為好舒服，咁我咁舒服，跟住年紀大咗啦，咪坐度咯，係嘛？到咩風啫？但係咧，你又不甘心有班人，喂，耶穌話嚟使到我生命咩話？得嘅豐盛生命啊嘛，寫得啊更豐盛，好似刀鋒嘅豐盛啊嘛！我而家連掂都唔掂，乜都冇嘢睇，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呢幅圖畫remind我哋喺我哋信仰當中，喺主嘅福音嘅大能之下，使到我哋有正常嘅事嘅同時，亦都可以有非常不正常嘅事。如果我一個係完全唔知頭唔知路，進入咗一個咁樣嘅場景，見到個女人瞓喺中間，我控告你嘅冚唪唥都係咩？個個都袖手旁觀嘅兇手，可唔可以咁啊？但我哋個個都清清楚楚知道啊，清清楚楚知道發生咩事啊！呢個知道就不得了啦，而且係淨你哋知道喎，因為你經歷過，而且你相信聖靈嘅大能喺嗰度當中喎。嗱，呢個你唔能夠輕輕賴過，嗰個女人知事，嗰個女人知事，嗰個女人係佢心理作用咁樣瞓到。有邊個試過瞓喺度嘅？就咁喺聚會當中瞓喺度。佢有人，你想唔想再試過？如果你試過，你會有，我相信你有同我一樣有個咁嘅同感，你係好舒服嘅。呢個姊妹佢瞓足成個聚會，阿楊天恩牧師喺度主持嘅呢個聚會。佢主持咗3個半鐘頭，我諗佢瞓咗一半時間，跟住完咗聚會之後，我對佢講話：姊妹啊 ，You have a wonderful rest, I know。當你呢個地氈啊，你唔係平時瞓喺度嘅，你係行過踩過啫。OK， 頂多可能屙咗 call 出去企喺度禱告啫。但你仲係瞓到直喺人面前瞓到直喎，你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安靜同神嘅一個時間，係一個不正常有超凡嘅時間，係一個好正常嘅敬拜聚會時間裏面發生。因此弟兄姊妹，你要準備一樣嘢。一方面，我哋唔需要 overly impress， 即係話對一啲神蹟奇事，我哋唔需要睇，哇！你哋呢個牧師好勁啊！我要即係要尊敬你，即唔係呢啲咁嘅事情。OK， 但係另一方面，當然你要珍惜日常所發生嘅事。你每日嘅三餐，你日常出入揸車平平安安，你仔女肥肥白白，呢啲唔係理所當然嘅，係神嘅保守。不過同時間，你亦都要明白咧，你唔好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因為神會介入我哋生命當中，而呢一刻係隨時會嘅，因為神係一個奇妙嘅神，佢可以因此我哋時 ready 有特別嘅介入，而你唔知道。我相信呢個姊妹佢參加呢個聚會之前唔會諗到自己瞓咗半場嘅，成場講到成場聚會上嘅一半時間瞓喺度嘅。呢個當神時間嚟到時候，你就進入、接受、享受、領受，得唔得？同時間你又唔需要每次嚟到教會裏邊話，呢個聚會冇嘢嘅，冇得着嘥個時間。試過咁諗咪？知唔知道有人咁樣諗過？哇！嚟到呢間教會，冇嘢都冇得着喎，冇所謂唱個詩歌有禱告聽得到，但係冇乜特別嘢睇咁樣，你冇強取人起身，冇盲嘅睇見，即係呢個唔係咁好嘅聚會。嗱，去到嗰個地步有另一個極端啦，你個刀鋒嘅人，但另一方面咧，你就猛咁祈求呢個教會冇成長，唔係神所喜悅嘅，都冇嘢睇嘅，咁就呢個你刀病，即係話你係一個即係甘於現狀嘅。我想大家呢度路斯德有2種人，一種人好期望有神蹟奇事，有稍為有一啲嘅嘢，佢推人去起身，佢哋就因此我哋呢啲嘅廟宇係建立得啱㗎啦，因為神事係做奇蹟嘅神事，
保羅就好似踩沉佢。我同你一樣係同性情嘅人，我們也是人，性情和你們一樣。OK， 第15節，跟住我哋傳福音使到你能夠明白呢啲事，呢種先係呢種咁嘅。但係最收尾下低一段咧，亦有人都想追殺保羅，因為我哋好地地嘅，你搞埋呢個滿城風雨，我哋想安安靜靜，我唔想我哋有啲咁激嘅嘢出現，你快啲走，即係變咗呢個城市入面有兩種人。但係問題就係神唔係要我哋二選一，神作事好多時唔係 either or 嘅，唔係話有呢啲就冇嗰啲。其實好多時神要我哋兩邊係合拍，成為一個真係有用嘅刀，唔係淨係刀柄或者係淨係刀鋒。有時我哋就咁樣無謂地係二選一，失去咗神如何嘅喺我哋生命當中神實踐佢嘅旨意。如果你係滿於現狀嘅，你覺得而家係好舒服嘅，咁我希望你有一個 holy discontent， 聽過未啊？我講過啦，一個好神聖嘅不滿啊，即係話我想要突破自己，我太過舒服啦而家，神俾啲嘢我嘆好嘛，讓我能夠咧係開始踏出新嘅第一步。如果你係滿於現狀嘅，但係如果你現在咧係想不斷尋求新鮮嘅。呢個聚會好悶啊！冇得着，我去第二間。如果你咁就咧，我要你學習凡事謝恩。就算好平凡嘅事，都能夠睇到神嘅非凡。凡事謝恩，保羅對帖撒羅尼迦教會講嘅呢個説話，唔係多謝凡事，而係在凡事之下，你都能夠睇到神嘅恩典咯。即係就算一個好 boring 嘅聚會，你都睇到神嘅非凡恩典喺生命中，因此值得你去謝恩，得唔得？你是但其中一樣，你究竟係滿於現狀嘅人，你需要有一個不神聖嘅不滿。如果你係猛係要尋求新鮮要得着嘅人，你要學習凡事謝恩，為正常嘅事感恩。你可以為你一件你認為要神蹟至能夠成就嘅事禱告，可唔可以啊？神一個咁奇妙嘅神喺我哋當中，讓我哋能夠體會到。如果我哋能夠刀柄同刀鋒都合一嘅話，所能夠成為一個有用器皿嗰個嘅恩典同埋事實，用一齊禱告啊嘛！先感恩，為咗在你生命上面正常事，你感謝主，安居樂業，能夠即係有四季，有平安，有雨水，有太陽，有世界盃，好唔好啊？但係同時間，你亦都希望神嘅神蹟能夠隨時介入。甚至真係喺聚會當中，你能夠一個瞓喺地氈上邊，一個好不正常嘅事面，睇到神嗰個奇妙作為喺當中，能夠成就佢嘅意志。為着一件你認為需要神蹟至能夠成就嘅事禱告。另外，為着你正常嘅事喺你心當中感謝神嘅恩典。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主，我哋感謝你，給予我哋有奇異嘅恩典。但都有你所謂日常嘅供應，我哋所需，你係信實能幹嘅神，知道。透過保羅同巴拿巴喺路斯德呢個一個嘅醫治一個過程裏邊，睇到喺我哋自己城市裏邊，可能就有呢兩批人。但我哋作為福音嘅使者，就將呢兩班人係合埋一齊，無論係刀柄嘅或者係刀鋒嘅。能夠如此嘅合一，成為主你所合用嘅器皿。主保守我哋每一個，保守我哋喺你面前，特別藉著呢個教會，你在地上嘅燈台嗰個嘅見證，使到萬人能夠聽到福音。無論透過旅行，無論透過日常嘅聚會、禱告會等等嘅，使到我哋能夠知道你如何嘅使用我哋。無論喺正常事到不正常事到正常事，你一樣係如常施恩惠俾到我哋獻上感謝。為咗呢度每位弟兄姊妹佢哋所作出嘅禱告，特別呢件佢哋認為需要神蹟至能夠成就嘅事，我唔知道可能係身體上面需要一個醫治，一個嘅腫瘤，一個嘅老病，一個嘅惡習，或者一個嘅關係上面，或者工作上面需要等等，我唔知道，但係主你知道，主你供應。讓佢哋能夠睇到你奇異恩典，你要介入喺我哋每人生命當中，但係同時間幫助我哋每一個
能夠喺凡事之下睇到你嘅恩典，從而我哋能夠係感恩，向你説出多謝。我哋獻上感謝，獻上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